空枕如溫。呢度係凌晨3點嘅鬼故，我係子柔。今晚嘅鬼故係關於空無一物嘅枕頭，深夜總會殘留陌生體溫。我睡房入面長年擺住一張多餘嘅空枕，一直平放床側從未使用。近排每當深夜2點，我瞓醒都會察覺，將空枕會滲出一股暖暖嘅人體餘溫，溫度同活人體溫一模一樣，仲帶有淡淡嘅舊香皂味。我日日檢查床鋪，鎖實門窗，屋內得我一人，絕對冇外人入內。但枕頭嘅溫度從不騙人，有時仲會感覺床褥微微下陷，似係有人剛剛起身離開。舊屋前業主話，呢間房從前係一對情侶居所，女方意外離世後，一直留戀枕邊溫暖，夜夜翻來依偎休憩。你以為房間得你孤獨一人，其實每一晚入睡之後，都有一位陌生人靜靜瞓喺你隔離，同你共枕到天光。